又嚟到稅季，又係一眾納稅人做好部署繳交稅款嘅時候。唔少銀行為咗擴展業務，都會喺呢段期間推出稅務貸款優惠，吸引客人。咁我希望透過稅貸借啲平啲嘅錢，幫我減少利息支出嘅，咁其實可以嘅。例如好多時我哋都講呢一啲個人嘅信貸啦、私人嘅貸款啦、一啲嘅信用卡嘅一啲嘅即係叫透支啦、貸款啦，其實個利息咧通常都係高過一啲稅貸嘅。如果我哋講稅貸咧，通常1年2年嘅時間啦，不過千祈唔好俾自己借得太長啊，因為借長咗咧，有機會你下一年嘅稅務嘅責任又到㗎啦嘛，又要交稅啦嘛，咁你第1年嘅都未還晒，第2年又嚟咧，咁啊可能會影響咗你最終你有冇個能力去還款咯。所以通常咧，我哋真係借稅貸都好咧，盡量都係1年內啦就還清咗佢啦。林闖衡提醒借貸人士比較稅貸優惠嘅時候，應該比較實際年利率，而唔係月平息。同時清楚了解優惠嘅附帶條款，亦唔鼓勵借稅貸作短線進取嘅投資。譬如話，好似以舊年咁計啦，咁佢息率咧有機會可能去到1厘2厘左右嘅。咁去到咁低嗰啲咧，可能就係我借過百萬啦，還5年啦嗰啲咁嘅情況咯。咁如果你話唔係嘅，我都係借嗰20萬、10萬嘅話咧，有機會個息率就唔係咁低㗎啦。如果個利息低咧，係好多時會令到多咗人肯去借錢去做投資嘅。市場如果波動大咧，可能變相咧令到佢嘅損失咧就會增加咗嘅。嗰嚿錢咧，你要諗清楚，我其實係咪有一個真正能力去還咯？千祈唔好俾自己咧就諗住到時筆錢攞出去做投資賺到錢就攞嚟還債，千祈唔好有呢個想法，因為時間太短啦。無論係稅貸、私人貸款以至按揭貸款，林闖衡建議還款額都唔應該佔收入比例超過40%。一個警戒線。即係如果我再超過咗呢一筆錢，我揾100蚊攞咗40蚊去還債咧，其實個息口一調轉一升，或者有機會某啲原因令到你個利息支出增加咗咧，你隨時有機會咧可能係冇能力還到嘅。同埋要留意翻咧，就係你最初作出借貸之前，你會唔會已經有一定嘅借貸？因為嗰個咧，我哋而家有一個個人嘅信貸嘅問題㗎嘛。咁如果個評級係借咗好多錢咧，個評級可能係會比較上偏低咗嘅。咁到時佢真係好想借到一啲平息咧，其實可能都未必得，因為個人信貸影響咗佢咯。